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9月16號，歡迎收睇曼城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英國曼徹斯特發生兇案，一名15歲少年被刺身亡，國家養老金有望喺2026年大幅上調。曼徹斯特市議會公佈，今年聖誕市集將重返 Albert Square。英國曼徹斯特發生兇案，一名15歲少年被刺身亡，警方其後拘捕另一名同齡少年，涉嫌謀殺。事發喺星期一下晝大約4點半，警方接報指曼徹斯特摩西區 Monton Street 有多人滋事，警方到場發現一名15歲少年身上有刀傷，最終不治。警方隨後以涉嫌謀殺拘捕另一名15歲少年，現正扣留調查。當局已經引用公共秩序法第60條，直至星期二下晝期間，警方可以喺當區進行截停同搜查。現場一度搭起藍色帳篷進行法證調查。曼徹斯特警方高級警司 Minnie 表示，今次事件令人哀痛，向死者家屬同埋朋友致以慰問，並指事件對社區造成衝擊。警方呼籲目擊者盡快提供資料。英國國家養老金有望喺2026年大幅上調，由於最新工資數據顯示平均薪酬按年升4.7%，按三重保障機制，養老金將以較高嘅工資增幅作為加幅基準。新制養老金預料每星期增至241英鎊，即係每年12,535英鎊，較現時增加562英鎊。舊制養老金則增至每星期184英鎊75便士，每年大約9607英鎊。專家指出，養老金水平逐步逼近現時12,570英鎊嘅免稅額，意味部分只係依靠養老金嘅退休人士，最遲喺2027年將需要繳稅。目前全英國大約有1300萬人領取養老金，相關開支係政府第二大開銷，僅次於醫療。雖然外界質疑三重保障嘅財政負擔，但工黨政府已承諾會維持至今屆國會任期完結。曼徹斯特市議會公佈，今年聖誕市集將重返 Albert Square，係自2019年以嚟首次。當地舊市政廳翻新工程完成之後，廣場將設有美食、手工藝品檔位以及高檔機動遊戲設施。除咗 Albert Square， 今年仲有另外7個市中心地點舉行市集，包括 King Street、St Anne Square、Exchange Street、Corn Exchange、Market Street、Cathedral Gardens 同 Piccadilly Gardens。市集將由11月初開始，一直持續至出年1月4號。食物同飲品檔期會由朝早10點開放至夜晚9點，手工藝品檔則營業至夜晚8點。平安夜下晝5點收檔，聖誕日暫停開放，而除夕夜 Albert Square 會延長到凌晨0時30分。市議會強調，活動將嚴格管理安全同緊急通道，現場亦都會有保安同人員維持秩序。今日嘅曼城新聞報導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覺得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埋，仲可以 share 同留言傾下。如果真係想再實際支持我，可以用 Super Thanks 或者經 PayMe 同 PayPal QR Code 支持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